喂，来呀，谁地种子吃我的盘贼的啊？吃包子，哪在呢？哎呀，去关灯了！哎呀，打饱了！哇，这个废馍子，废病的，快点，吃了！耶，来呀，那个吃了，我也打饱了。关灯呀，我帮你也来个，你们我早饱吃，偷着早吃了啊？哦，这个无人呢。哦，你打你妈整个吃一个，臭他妈的了啊！再来！来呀，来，请都是能来喂。哎呦，说扯谁就来？嘿嘿，我们两个研究生、高材生、留学生来了。杨帅哥、杨迪克、金公主、金卡戴珊，新年好，新年好！哎呦，耶，怎么看到黄叔叔不叫人了？啊？哎，你叫黄叔叔吧，红包有了，来，一人一个了。哎呦，真是郎才女貌，哎呀，真的你，黄叔叔真的喜欢你们。哎，跟你们讲，黄叔叔也是这个研究生啊，真的跟你们一样的。黄叔叔又吃老酒又吃香烟，研究生，哈哈哈！来，坐，小家伙，坐。哎，来呀，来姐，今天起每个人2种那个来自拖来了啊，不要去了。哎，双娘带不他，哎的，杨帅哥，哎呀，个来把王叔叔摸摸了，嗯，谁什么的？摸面孔呀，摸脸呀，帅气的脸庞呀，这想的什么事情了啊？真的是哎。这两个人真的哎，没有这个正经，而是两个老婆正经在不？摸脸呀！哎，杨帅哥，今天过年新年里，哎要陪王叔叔吃点老酒了啊！真的哎，王叔叔今天这个老酒好的不得了了啊！好，快点，第7代这个孩子啊，这个老酒好吃的不得了，喝起来绵顺的不得了的，知道吧？真的，5年陈酒调味这个第7代孩子了，好吃的很的，你怎么不吃？你尝尝看，黄叔叔叫你尝尝看。好了，真的呀，好吃的呀！你这么大个小伙子不吃老酒像什么样子了？过年也不吃，真的是，哎，这么就对了啊！那黄书记敬你了啊！这个没上路了呀！金公主、金卡戴珊，哎呀，也尝尝看啊！你们今天2个小家伙一起陪黄叔叔喝点啊！那你看，哎，杨帅哥，你这个金公主就比你上路很多，爽气很多啊！是，来，金公主来，杨帅哥，你不是这个学声乐的吗？唱歌好听的吗？今天过年表演个节目呀，唱首歌给大家啊！是，那话筒给你啊，那话筒给你啊！耶，怎么还难为情了呢？这么大个小伙子难为情什么了？哎，金公主都跟我说了，你在学校里面唱这个叫什么摇滚好听的啊？是。这你是 Beyond 唱 Beyond 的歌好听的不得了，人家都叫你小 Beyond 的，对吧？哎，小 Beyond 的中国来一首对吧？啊，走了，来海阔天空，好吧？来，我一起来，杨帅哥来一个，杨帅哥来一个，去哪？哦，去哪呀？杨帅哥来呢？怎么我吃多了？我怎么吃多了？我清醒的很了，我跟你说啊。我帮你讲，杨帅哥，你这个 good，杨迪克、金卡戴珊，今天见到你们真的很开心，黄叔叔真的很喜欢你们啊！黄叔给你们个任务，2026年新年了，儿子，你们生个马宝宝，今年啊！哎，你们2个爸爸急得不得了了，早点要个小孩子，生个小孩子也给黄叔叔玩玩，真的哎，到时候小孩子的费找黄叔叔报销，我来啊！好，